原文再續，書接上一回啊！上一集咧，我哋睇咗室內設計展，今集我哋睇下房地產展。喺度首先同大家講一講歐洲嘅房地產政策先啊！大家以前可能睇過好多美國啊、日本啊、澳洲啊等等好多唔同國家嘅房地產。我哋今日講嘅係奧地利。歐盟國家大致嘅政策都係一樣嘅，但係佢每個國家之間會喺大框架下有自己少少嘅差別。就好似我哋廣州、上海、深圳咁，呢啲城市之間都會有啲咁多政策差別嘅。嗱，首先佢哋呢邊嘅住宅性質咧就冇我哋嗰邊分得咁細嘅，即係冇話公寓啊、住宅啊、小產權啊等等唔同嘅住宅性質。反正住人嘅係住宅，做生意係商業，種地嘅係農業，工廠就係工業。而且你住宅改商業或者係商住兩用，又或者係一間大屋切開幾個細正，喺有條件下都好自由嘅。個住宅就分兩種，一種就係樓房，即係大部分人住嗰啲啦，一棟樓裏邊有好多戶嗰種。好多人話外國房產嘅持有成本好高啊。喺歐洲如果你係住呢啲大部分人住嘅樓房咧，個持有成本係唔高嘅。佢既冇房產稅，亦都冇持有稅，亦都冇啲咩噼里啪啦嘅土地稅，唯一有嘅就係管理費。根據你小區唔同嘅檔次，從幾毫子到幾蚊雞一方都有。水電煤啊，自己用幾多計幾多啦，同我哋國內冇好大區別。唯一嘅區別就係國內計建築面積，呢度計實際面積。咁另外仲有一種成棟你自己住晒嘅咧，就叫做別墅。咁別墅連管理費都慳翻啦，你自己管理自己就得啦。但係每個月多咗一個10零蚊嘅垃圾費，同埋每年會多咗一個土地稅。但係呢個土地稅好平嘅，只要你屋企唔係幾個足球場咁大，正常1000個方以內嘅別墅200蚊一年夠晒皮噶啦。好似前面呢啲呢，就叫樓房啦，反正你理解就係一棟樓唔係你自己住晒嗰啲啦。市區就基本上都係呢啲樓嘅，咁有新有舊啦，同我哋國內都差唔多。咁如果你買呢，基本上都係啲咩中介費啊、律師費啊、登記費啊等等，加埋都係10個點以內啦，同國內都係差唔多。據我了解啦，奧地利嘅房產喺2戰之後基本上冇乜點跌過㗎，但係佢又冇大起大落㗎，反正佢係一年1-2個點、2-3個點咁樣，平步好慢咁樣上升。好似我而家前面啲市區嘅新樓啦，都要去到成8000蚊一個方起㗎啦。好似呢個郊區嘅新樓咁啦，52萬80個方，3房1廳就有個10平方嘅陽台，咁都要去到成6000幾㗎啦。但係佢呢個區份就等於廣州去到番禺或者係蘿崗啲咁嘅地方啦。我咧呢度賣屋可以賣一半㗎，我到而家先知啊！我詳細解釋俾你哋聽下。好似前面呢度別墅為例啦，佢價值係298萬歐元，你可以先賣一半俾房產公司，跟住你就每個月俾翻5000幾蚊屋租，咁你就可以一直喺裏邊住到你賣晒為止。咁期間嗰啲房屋嘅升跌啊，同埋啲維修費用啊，全部一人一半。反正深入了解之後呢，你就覺得佢呢邊嘅房產市場呢，好多奇離嘢㗎。有啲樓呢，政府幫你出一半錢起，有啲樓呢，你可以同政府簽，你可以先同政府租個10年8年，到10年8年之後你有錢再買。行咗出嚟睇多啲展會之後呢，發覺呢個世界真係好大，無奇不有㗎。咁希望喺我開到眼界嘅同時，睇緊視頻嘅你哋亦都獲得到新信息啦。